屬兔嘅朋友，今日我呢番說話一字一句都係講俾你聽。2026年對你哋嚟講唔係普通一年，呢一年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雙火疊加，火旺到極致。屬兔人生肖為卯，屬木，木生火，睇落似係雙生，實際上係雙耗。你嘅本命元氣會好似昆柴投入烈火，源源不斷被抽空。命理上呢個叫做卯午相破，唔係明刀明槍嘅衝撞，而係暗中消耗，緩慢侵伐。表面睇落冇事，入面已經開始泄氣，就好似一件着喺身上嘅衫，外表光鮮，入面嘅紗線已經斷咗，輕輕一扯就會碎。我研究義理命學多年，見過好多人因為唔識得天時，係應該收嘅時候硬衝，係應該靜嘅時候亂動，最後將自己逼到走投無路。屬兔嘅朋友，你哋天性溫和善良，唔想惹事，本來呢個係福氣，但係喺運氣低潮嘅年份，溫和太過頭就會變成軟弱，善良冇分寸就會招災。呢個唔係你嘅錯，只係天時同本性出現錯配，只要提早知道，提早防備就可以平安度過。最近有冇屬兔嘅朋友覺得心中莫名煩躁，夜晚瞓唔安穩，亂轉反側瞓唔着，腦袋入面好似放電咁停唔到，日頭做嘢丟三落四，明明記得要帶嘅物件一出門就忘記，工作上面成日俾人挑剔，明明你做得最多，偏偏受批評嘅都係你。生活入面小事不斷，煮嘢食燒鑊，出門唔記得帶鎖匙，甚至無緣無故破財，銀包唔見，手機整爛。如果有，請你一定要聽晒跟落嚟嘅說話，呢啲唔係偶然，係運氣提醒你應該收審一下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想請屬兔嘅朋友喺留言區為自己做一件事，請你打出8個字：守心守家，平安納福。呢8個字唔係寫俾我睇，係寫俾你自己個心睇。當你打出呢幾個字嗰一刻，你內心就會收到一個信息：我願意呢一年守住自己，唔慌唔亂，唔去碰唔應該碰嘅嘢。呢個就係你為自己種下一顆善種。如果你仲未訂閱，亦都請順手點一下，往後有關生肖家運修心嘅內容，你先唔會錯過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落去。今日我唔講虛嘢，唔鬥運，將屬兔人2026年自保嘅3條鐵規矩，逐一同大家講到透徹。每一件事嘅命理根源、人情世故、現實還正確做法，我全部拆解清楚。你只要觸犯任何一條，輕者損傷氣場，破耗財運，重者擾亂家運，千真萬確，絕無半點誇張。第一條鐵規矩，唔好同權勢比你高、性格比你硬嘅人正面衝突。屬兔嘅人骨子入面其實有一股靈勁，你唔中意爭執，但係你有底線。你唔想吵架，但會記住委屈。平時能夠忍就忍，能夠退就退。不過積壓到某個程度，一樣會爆發。而2026年雙火主事，你自身火氣會被完全引發，情緒難以自控，少少事情都會即刻動氣，忍不住爭辯反企。一定要分出對錯，一定要證明自己唔係容易欺負。但你唔好忘記，呢一年係熱身嘅運勢，自身氣場弱到極點，底氣、福運、貴人運全部被耗乾。你愈硬衝，輸得愈鐵底，損失嘅唔單止當下嘅面子，仲係將來嘅前途、晚年家運嘅根基。好似一條燒到通紅嘅鐵線，你仲大力去敲佢，一敲就斷。我先同大家講透當中道理，權力地位高過你嘅人，無論係公司、上司、生意上面嘅甲方、家族長輩，佢哋本身氣場就壓你一頭。位置決定氣場，呢個係人情世故，亦都係陰陽規律。屬兔人今年身弱，以弱反強，逆勢而為，一定會受到反噬。性格比你更加強硬嘅人，本身火氣旺盛，2026年火氣再加倍，氣場比你更加猛烈。如果你硬碰硬，就等於以卵擊石，飛蛾伴火。就算道理100%企喺你呢邊，時勢都會藉住其他人之手，狠狠打壓你嘅氣場，令你顏面盡失，所有努力化為烏有。你以為自己係爭面子講道理，實際上係親手摧毀自己嘅事業路、財運路、人際路。
最後面子冇咗道理，亦都爭唔到，反而惹下一連串麻煩，連累屋企人。呢個代價你負擔唔起。從人情世故嚟講，老祖宗常講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頭，唔係叫你卑躬屈膝，失去骨氣，而係要識分寸，知進退。職場上上司提供平台，同上司正面衝突。做生意甲方帶來訂單，同甲方硬拗，等於斷自己財路。家族長輩係根基所在，同長輩爭執係失孝道亂家風。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。我認識一位屬兔男士，40幾歲，喺一間科技公司做技術總監，能力好強，做事踏實，10幾人嘅技術團隊打理得井井有條。本來係老闆重點栽培嘅人，不出意外2年內可以升副總。2026年公司召開項目檢討會，總經理對佢嘅方案提出幾點修改意見，語氣重咗少少，當住20幾個人講，你呢份方案考慮得唔夠周全。佢當場覺得冇面子，認為上司刻意針對自己，當住全體同事拍偈聲，大到成層樓都聽到，不斷強調自己方案冇錯，寸步不讓，甚至講出大不了唔做嘅氣話。結果會議完畢當日，佢就被勒令停職檢查，1個月之後被公司勸退。行業圈子唔大，佢同上司正面衝突嘅事傳開，冇公司敢聘用佢，覺得佢脾氣剛烈，唔識分寸，難以管理。失業之後，屋企失去主要經濟收入，樓太車太壓得人透唔到氣。夫妻經常爭吵，小朋友成績大幅滑落，由班上前10跌到尾數。本來安穩美滿嘅家庭，因為一次衝突變得4分5裂。後來佢揾我飲酒，眼紅講我技術咁好，憑咩？我同佢講，你唔係輸喺技術，係輸喺脾氣。所以屬兔嘅朋友，今年你嘅脾氣就係野火源頭，傲氣就係撐腳石。一旦動氣，你已經鐵底輸咗。適當低調退讓，先可以守住自身氣場。呢度我再提醒大家，守分寸唔等於忍氣吞聲任人欺負，唔係叫你做縮頭烏龜，而係先順後理，以柔化剛。面對上位者嘅批評，先點頭回應。您講得有道理，我即刻跳繩，等對方情緒平靜，再私下溫和表達自己諗法。遇到性格強硬嘅人，唔正面交慫，先退讓3分，等事情平息再理性處理。呢個就係以柔克剛，老子道德經流傳幾千年嘅智慧。易經64卦入面，邊卦係上上卦，卦辭講邊亨君子有終，意思係懂得謙虛嘅人，事事順利，會有美善結局。今年屬兔人最適合奉行艮卦，收埋健忘，管住情緒，少講閒話，唔係認輸，唔係懦弱，而係自身氣場虛弱之時，自保同守護家運嘅大智慧。記住，少發一次火就少一場災，多忍一口氣就多一份福。第2條鐵規矩，唔好更換床鋪，唔好搬動大型家仔。講完人與人之間嘅禁忌，我哋再講屋宅相關。好多人唔重視呢一點，覺得小題大做，但偏偏好多人踩中呢個禁忌。好多屬兔嘅朋友覺得屋企移下床、搬下櫃只係小事，想換就換，想移就移，唔需要講究。但我同大家講，五行氣場家宅命理入面，屋企就係你本命陣局，係你安身立命嘅根本。床鋪係你休養元氣、修復氣場嘅核心地方，係每日停留最耐嘅位置。大型家祠係家運財運嘅根基，維持屋宅穩定嘅支柱。特別係屬兔人，2026年磁場極不穩定，卯木受雙火耗蝕，自身氣場動盪，好似地基鬆動嘅樓宇。屋企原有固定擺設就係你最後嘅依靠，最後嘅防線。隨意更換床鋪，搬動大型家宅，等於自亂陣腳，自毀根基。鋪俗題，重者長遠家宅不寧，福利耗散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氣場運行嘅客觀規律。人一生3分，一時間用於睡眠，床鋪係每日吸收陽氣、調理氣場嘅位置。床鋪方位朝向一組，同你本命氣場形成穩定連結，好似鎖同鎖匙互相配合。你每日瞓喺度，氣場慢慢調和，日積月累，就係底土火旺士身唯一嘅底氣。一旦隨意轉換床鋪，原本穩定嘅陽氣磁場被打破，
新床鋪氣場同你本命無法配合，陰陽失衡，夜晚就會失眠多夢，半夜驚醒，瞓唔踏實，閉上眼就思緒雜亂，就算瞓10幾個鐘仍然覺得疲累，好似冇瞓過一樣。日頭精神萎靡，頭暈腦命，做事粗心，判斷失誤，財運福運自然跟住下滑。而屋企大型家衣櫃、梳化、餐體、電視櫃、書櫃，全部都係鎮宅物件。擺放位置經長時間磨合，已經固定屋企財氣、福氣、和氣嘅流動路線，好似陣法入面嘅陣眼，一動就全亂。本嚟穩定嘅財氣會被打散，和睦嘅家運受到擾亂。輕者經常漏財，儲唔到錢，呢個月賺，下個月就耗光，一世儲唔到養老錢。重者家人不和，爭執不斷，小病叢生。今日呢個頭痛，聽日嗰個胃痛。屋企永遠唔得安寧。我見過一位屬兔女士，50幾歲就快退休，一世慳取落一筆養老錢，打算退休之後安享晚年。2026年，佢覺得床鋪對住窗唔順眼，又覺得梳化擋光，於是自己作主轉動床鋪方向，將梳化、衣櫃、餐櫃全部重新搬動。忙碌足一日，覺得屋企幡然一新，心中好滿意。結果當晚開始失眠，一閉眼就發噩夢，夢到各種冷汗醒過嚟，連續半個月瞓唔好，日頭精神恍惚，買嘢唔見錢，煮嘢燒鑊。返工2次出錯被扣花紅，屋企存款無緣無故少咗一筆，點都揾唔返。屋企長輩唔小心跣低骨折入院，使咗一大筆醫藥費。小朋友經常鬧情緒，讀書唔專心，老師不斷致電。後來佢揾精通家宅命理嘅前輩指點，先知道係亂動屋企氣場根基，自亂陣腳所致。前輩講咗一句令佢一生難忘嘅說話：你間屋就係你嘅命，你將間屋擾亂，你嘅運勢自然亂。佢跟隨前輩叮嚀，將床鋪同家啦全部還原，從此唔敢隨意改動。慢慢1個月之後，睡眠改善。2個月身體好轉，半年財運逐步恢復之後，佢逢人就講屋企大件物件唔好亂動，一動就容易出事。屬兔嘅朋友，2026年就算你幾唔滿意床鋪位置，覺得家械擺放唔合理，好想重新佈置屋企，都絕對唔好轉換床鋪，唔好大幅度移動任何大型家械。細小裝飾，台上面嘅花牆上嘅畫可以輕微調整，唔會有影響，但核心床鋪大型監堅決唔好喐，唔去亂動，根基穩固，氣場順暢，財氣先可以積聚，家運先可以安寧。氣場混亂，財氣散去，家運轉衰。老祖宗講安土重遷，唔係叫你固步自封，一世唔搬屋，而係運勢低迷之時，守住根本，唔好隨意折騰，先係自保守護家宅嘅最高智慧。第3條鐵規矩，唔好理母親無故外人嘅閒事。講完屋宅，我哋再講待人處事另一條界線。平時跨過呢條界線可能冇事，但2026年一旦踩落去，隨時墮入森林。屬兔人天性善良心軟，唔忍見其他人受委屈，見到陌生人被欺負，鄰居有爭執，外人遇上困境，總係忍不住出面，想主持公道，幫人解決問題。本來呢個係珍貴品德，係善良，係仗義，值得尊重。但放喺2026年呢個關口，你嘅善良仗義隨時會變成引火上身嘅導火線，你會遇到好多農夫與蛇嘅情況，你出於好心幫人，最後反而俾人反咬一口，背上污名，惹上是非，連累屋企人。唔係世人全部險惡，唔係你幫嘅人一定係壞人，而係你自身運勢薄弱，連自己都難以顧全，仲要插手外人嘅麻煩，只會將其他人嘅災託因果牽扯到自己同家人身上，好似你自己身處大雨入面，仲要為其他人遮雨，最後2個人一同受寒。大學有言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。人一世首先要顧好自己，顧好屋企人。運勢低潮嘅時候，更加要明白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好多人誤解呢句說話，覺得自私冷漠，其實唔係，係自保避過，唔介入其他人嘅因果。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到，憑咩去幫人？將自家家運搭進去，
值得嗎？屬兔人2026年本命氣場被雙火耗熱，運氣欠佳，自身嘅福氣精力都唔夠用，好似一個快要吞涸嘅祠堂，仲要去灌溉其他人嘅田地，最後自己個祠堂徹底吞涸，人哋嘅田地亦都未必救得返。你以為自己係行善積德，實際上係為自己招災引禍。善良冇錯，錯在唔睇時機，唔睇對象，唔衡量自身能力。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經歷，一位屬兔嘅大姐，48歲，心地善良，一世中意管閒事，屋苑入面人緣好好，邊個有事都揾佢幫忙。2026年佢見到樓下鄰居夫妻嘈得好犀利，女方喊到眼柱，男方推撞對方，掟杯掟碗，聲勢好大，佢實在睇唔落天生嘅俠義心腸湧上嚟，主動上前勸交，幫女方講說話，指責男方唔對，仲拉女方返自己屋企安慰，斟水俾佢抹眼淚。點知呢對夫妻正係床頭嘈交，床尾和，唔夠半個鐘就和好，反而一齊怪佢多管閒事，話佢搬弄是非，破壞人哋家庭，甚至偏重佢同男方有唔正當關係，事情鬧到物業甚至報警，成個屋苑都知道佢喺鄰居面前抬唔起頭行街，俾人指指點點，名聲掃地。屋企人因為呢件事埋怨佢，覺得佢冇事生非，老公日日同佢爭吵，仔女亦都覺得佢丟臉，唔願意同佢一齊出門。佢自己因為呢件事煩惱，食唔安瞓唔落，返工呢次出錯被扣人工，仲流失長期合作嘅客戶，財運一落千丈，足足大半年都唔能夠復原。後來佢同我講，我以後唔再理人哋嘅事，我負擔唔起。屬兔嘅朋友，2026年守好自己屋企，照顧好父母、伴侶、仔女，做好本職工作，過好自己嘅日子，唔插手外人嘅事，唔議論外人嘅是非，唔拾和人哋嘅爭執，唔替外人擔保，唔幫外人調解糾紛，唔借錢俾外人。呢個就係最大嘅功德，亦都係最好嘅避災方法。你唔管閒事，災卡就揾唔到你。你亂管閒事，麻煩就跟住到。善良要有底線，仗義要睇時機，善心要用喺適合嘅人身上。今年自身難保，收埋你嘅俠義心腸，將好心擺喺屋企人同自己身上。呢個唔係冷漠，係大智慧。講到呢度，屬兔人2026年自保嘅3條鐵規矩，我已經完完整整一字一句拆解清楚。2026年雙火當令，卯午相破，對屬兔人嚟講係一道大關，同時亦都係修行，係考驗，亦係轉機。考驗嘅唔單止係你嘅本事能力，仲係你嘅分寸、忍讓同堅持。轉機就在於，只要你守住呢3條鐵規矩，就能夠逢凶化吉，將難關轉變成福緣，將逆境轉為順境。屬兔嘅朋友，你哋天生善良溫和，有擔當，係值得信託受人敬重嘅人。你哋本性本來就好，只係2026年呢個特殊年份，需要修省生芒，低調忍耐，謹守分寸。等呢一年過後，去到2027年，運氣好轉，你哋又會係溫和有福氣嘅屬兔人。除咗3條鐵規矩，平時仲要做多啲養氣守心嘅小事。少去酒吧、KTV、夜市等火氣旺盛、嘈雜混亂嘅地方，呢啲地方氣長雜亂，去一次就消耗一次元氣。多喺屋企曬太陽，上午9點到11點嘅陽光最適合，唔會太猛烈。飲食清淡，少食辛辣燥熱食物，多進食蔬果，穩定身心氣場。唔好捱夜，早睡早起，修補被火氣耗損嘅元氣。呢啲小事配合3條鐵規矩，可以令你咁快穩住氣場，平安度過呢一年。發火之前先深呼吸，說話到後邊忍一忍。想搬動家契前先三思，等一等，隔3日再做決定。打算插手閒事前先衡量自己，問自己一句：呢件事同我有關係嗎？我承擔得到後果嗎？暫且動之，冷靜處理。你管住脾氣就守住氣場，你穩住屋宅就守住根基，你唔碰閒事就守住福運。3件事環環相扣，一樣都唔可以馬虎。只要一樣失手，另外2樣亦都難以保存。
最後我真心祝願所有屬兔嘅朋友2026年平安順遂，避災納福，氣場穩固，財氣匯聚，家人安康，晚年家運興旺，福立文長。無論你而家係20幾歲、40幾歲定係60幾歲，今年只要守得住往後前路，一片坦途，禁守分寸，穩住自身氣場，夜夜安頓，年年順利。覺得我講得有道理嘅，請你喺留言區再留一次手心手家平安納福，將呢份提醒轉發俾身邊屬兔嘅親友。呢件事係積得上天都睇在眼內。如果你仲未訂閱，亦都請順手點擊。我係岑師說生肖，我哋下次再見。